哥林多前書第4課每周證道。天父謝謝你，因為你賜俾我哋你寶貴嘅話語，而且你應許你嘅話語寄出，絕不會突然收回，必然會成就你定意要成就嘅。喺聆聽你話語又遵循你話語的人生命當中，願主祝福我哋今日嘅講課，讓我哋可以從保羅嘅教導當中繼續認識你嘅真理，並且經歷從你真理而來嘅祝福。呢個係我哋嘅禱告，奉靠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由於新冠疫情不斷持續升溫，全世界都紛紛進入警備嘅狀態，甚至有啲地區都開始引發咗一啲恐慌情況。除咗搶購防疫嘅必備品之外，連民生用品都好似蝗蟲過境一樣一掃而空。事實上，東非現正面臨25年以來最嚴重嘅蝗災，蝗蟲大軍吞噬咗整個東非嘅農作物，引發了空前嘅糧食危機。當死亡嘅陰影悄悄地籠罩呢個世界大地時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必須問問自己，我哋對死亡嘅認識係點樣嘅一回事呢？當我哋生命結束嗰陣時，真係好似中國人所講，人死如燈滅嗎？定係好似我哋民間宗教所相信嗰一套，如果冇轉世，會成為孤魂野鬼，定係會係有其他呢？保羅係寫俾哥林多教會嘅書信當中，就討論到呢啲事。佢相信人死後仲會有生命，基督真係復活了。當基督復活對我哋嘅未來，同我哋嘅今日嘅生活，會有咩影響同關係呢？基督嘅復活帶俾我哋嘅意義，究竟係咩意思呢？係哥林多前書最後2章當中，保羅會教導我哋。今日嘅證道，我會分成2個段落。第一個段落係復活嘅盼望，係哥林多前書第15章。第二個段落係活在復活嘅光中，係哥林多前書第16章。我哋睇第一個段落復活嘅盼望。喺呢度，保羅首先由第15章第1節到第4節，佢向哥林多嘅信徒重申福音當中嘅3個要點。第一個福音要點，基督照聖經所講，為我哋嘅罪而死。全世界嘅人大部分都會相信，同意耶穌死咗，但係佢哋唔見得會相信耶穌，或者會願意承認耶穌係為咗佢哋自己嘅罪而死。但係聖經話俾我哋知，耶穌確實係為我哋嘅罪而死。耶穌親自為我哋成為贖罪祭，滿足咗上帝對公義嘅要求，償還咗我哋嘅罪債，令我哋唔需要再為罪受到懲罰。耶穌唔單止係照聖經所講，為我哋嘅罪死，佢更被埋葬。呢個係福音嘅第2個要點，被埋葬，證明耶穌係100%嘅人，證明佢千真萬確死咗。因為佢已經被人埋咗喺墳墓入面，但係墳墓打開後就見唔到耶穌喺入面，因為照聖經所講，第3天復活了。呢個係福音嘅第3個要點。耶穌嘅死同復活都係按照上帝嘅計劃，記載係聖經裏面嘅預言，按次序而發生嘅。例如係詩篇110篇第1節，大衛就說：耶和華對我主說，你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。又喺馬太福音20章，耶穌佢自己都對佢嘅門徒預言自己嘅死時，他說：看啊，我們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長和文士，他們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給外邦人，將他戲弄鞭打，釘在十字架上。第3日他要復活。所以基督復活，實現咗聖經預言，佢係一個歷史事實，而且呢個事實有好多目擊證人可以作證。就係第5到第8節嗰度，保羅就列舉呢啲見證人，包括有基法，就係彼得，有12使徒，500多位弟兄，仲有耶穌嘅細佬雅各。保羅講，呢啲見證人大部分都仲喺度，但有啲人就已經死咗。因為佢哋為見證福音同為真理而殉道咗。點解佢哋願意為真理而殉道呢？因為佢哋都相信基督就係彌賽亞，耶穌就係上帝。佢哋嘅生命都因為耶穌而有咗極大嘅改變。特別係保羅佢自己喺第9節佢講，佢謙卑聲稱自己係最小、最不配嘅使徒，因為佢深知道
佢只可以從一個非常激進嘅基督教破壞者，變成咗一個基督嘅殉道者，完全係嚟自喺上帝浩大嘅恩典。佢深知道自己喺幾唔配得到嘅赦免，而呢一份佢自認不配嘅奇妙恩典激勵咗佢，將佢自己嘅生命完全獻俾基督，就好似其他嘅使徒一樣。佢哋相信基督，然後同復活嘅基督相遇嘅經歷，改變咗佢哋每一個人嘅生命，令佢哋由凡夫俗子變成咗第一世紀當時翻天覆地嘅使徒。耶穌基督嘅復活係基督教信仰嘅核心，係改變生命歷史嘅關鍵。但係保羅知道哥林多信徒當中係有人唔相信耶穌復活，所以喺12到16節，佢就用咗6個問題嚟論證。如果耶穌冇復活嘅話，咁我哋會變成點樣呢？第一，佢講如果耶穌冇復活，咁所有呢啲講道、聽嘅呢啲道理都係白費時間。仲有基督教信仰當中嘅操練、參加主日崇拜、讀經、祈禱、靈修，所有嘅活動都係冇用。如果耶穌冇復活，咁使徒佢哋就變成咗世界上最大嘅騙子。另外，耶穌如果冇復活，咁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慘慘豬嘅事情，因為我哋所有嘅罪仍然係我哋身上。將來當我哋企喺審判台前，我哋將冇辦法交代。如果耶穌真係冇復活，咁係基督入面瞓咗嘅人就會係滅亡，係永遠死亡，係永死。呢個代表嗰啲我哋係基督裏過世嘅親人，我哋會喺淚水中告別。我哋期望會再見到嘅人都永遠唔會見到，因為佢哋已永遠滅亡。最後，如果耶穌冇復活，我哋所認定、我哋所向往、我哋所竭力追求嘅嗰個更崇高、更有價值嘅生命意義就化為虛空，化為泡沫。咁我哋就真係好可悲。但係如果耶穌真嘅復活咗，咁我哋嘅生命就充滿盼望，因為罪嘅咒詛而帶來嘅死就會被逆轉。咁死亡就唔係我哋信徒嘅終點，唔係我哋嘅命運，復活先係。喺第20到28節，保羅就講到基督復活嘅時候，佢就好似係初熟嘅果子一樣。呢個意思就係講，就好似農夫睇到樹上第一個果子開始生長嘅時候，佢就知道會再有更多嘅果子陸陸續續嘅生出嚟。同樣，基督嘅復活就係話俾我哋知，將會有更多嘅身體復活，因為呢個喺上帝俾我哋嘅應許。佢嘅復活確保咗信徒嘅復活，就係應許佢嘅應許。喺當中可能有人會質疑咁講，耶穌並唔係聖經裏面第一個死裏復活嘅人。佢喺行道嗰陣嘅時候，曾經叫拉撒路、叫因城寡婦嘅獨生子，仲有睚魯嘅12歲嘅女，從死裏復活。咁我哋點解釋耶穌嘅復活係如同初熟嘅果子呢？我哋知道呢3位耶穌叫佢哋復活嘅人，佢哋復活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佢哋嘅肉身又再死，所以呢個並唔係我哋喺呢度所講嘅復活，因為真正嘅復活就係復活之後佢唔會再死，而且呢個復活後嘅身體係一個靈體，佢唔受時間、空間仲有物質嘅限制。呢個係主耶穌復活嘅樣式。喺第24節，佢跟住話俾我哋知，按照上帝對人類歷史嘅計劃中，唔單係基督，就連信徒都會喺上帝計劃入面揾到復活嘅生命。基督要作王，基督將要作王，所有基督嘅仇敵都將被擊敗，包括人類最大嘅敵人就係死亡，都將永遠被摧毀，然後萬物都會浮喺耶穌基督嘅腳下。意思就係講萬物都會各就其位，佢哋會被恢復更新，到起初被造成原有嘅嗰個榮耀嘅樣式。呢個就係我哋榮耀嘅盼望，呢個係復活嘅高潮。不過喺第29至34節嗰度，保羅佢自己都以自己親身嘅經歷話俾佢哋，叫佢哋活出福音，仲有等候復活盼望嘅呢個過程當中，受苦係必要嘅。佢鄭重嘅對佢哋講，如果復活唔係真嘅，我點解要冒險？如果復活唔係真嘅，咁我就唔需要將自己陷於險境，
就好似喺以弗所同野獸搏鬥一樣。呢度可能就係指喺《使徒行傳》第19章中，保羅喺以弗所嘅時候受到一啲逼迫，所以佢就講：如果復活呢件事情唔係真嘅，咁我點解要咁拼命？我唔好好出去玩，出去唱 K， 去返大陸玩，去 party room， 我點解仲要照住按聖經嘅教導去生活？我點解仲要去傳福音？即時行樂唔係會比較實際開心？反正遲早有一日我都會死。不過保羅佢確信基督會復活。不過喺呢度唔知道有冇人會問，喺第29節當中，保羅有提到為死人洗禮，咁樣為死咗嘅人洗禮呢件事係咩意思呢？特別係佢有講到哥林多人，佢哋對基督信徒嘅復活嘅真理其實係有質疑，唔太相信。但係點解佢哋唔太相信，但係仲繼續去做冇聖經根據嘅事情呢？首先，我想講呢個係一個聖經嘅難解題，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解說。喺其中最常會講到嘅解讀方式有，第一個就係講，可能係某一個信主嘅人喺未有洗禮之前就死咗，所以替佢補辦個洗禮儀式。亦有可能就係有啲為人子女嘅信咗主，但係佢嘅父母仲未信主，但佢好渴望復活之後，仲可以同佢父母能夠繼續有父母親嘅身份連結，所以佢就用活人代替死人受洗嘅方法，好讓已受洗信主嘅兒女可以為過世父母領洗，希望佢嘅父母親因為佢嘅代洗而得救，將來亦可以享受復活嘅權利。雖然我哋唔知道究竟點樣解釋好，但係有一件事我哋可以確定嘅，救恩係個人嘅決定，而且只有透過相信耶穌基督先能夠得到，而唔係透過任何宗教儀式。我自己其實曾經就遇過一件事情，有一個清晨大約4、5點嘅時候，我收到一個姊妹嘅電話，因為佢嘅父親啱啱因為肺癌而離開咗，佢問我可以點做，有冇辦法可以俾佢嘅爸爸上天堂？佢想藉着用基督教嘅告別式，或者係請牧師前來為佢嘅父親禱告，咁樣可以上天堂嗎？呢個係一個非常嚴肅嘅事情，我覺得我必須話俾佢知，真理係唔可以，因為救恩係個人嘅決定，唔係任何宗教儀式可以俾到嘅。復活嘅真理真係一個奧秘。喺第35節到49節。有人問：人死咗之後，個身體都會腐爛晒，復活之後會有點樣嘅身體呢？保羅喺呢度就用植物界、動物界、行星界嚟解釋生命要進到下一個生命嘅轉變。佢講就好似一粒種子發芽長成一棵植物一樣，又好似動物嘅形體同人嘅形體，呢啲都係屬地嘅形體。復活都有復活嘅形體，地上嘅形體係屬地嘅，係軟弱嘅，係短暫嘅，係必損壞嘅，係第一個亞當嘅身體，係浮在罪同敗壞之下。但係復活嘅身體就係屬靈嘅，係永恆嘅，就好似耶穌復活嘅身體一樣。因為耶穌就係末後嘅亞當，呢個身體會保存到永遠，而且唔會再受到任何罪惡嘅敗壞，仲有死亡嘅轄制。聽起嚟真係非常非常令人向往，感受到嘛？所以佢就繼續講呢個改變會喺咩時間發生。佢喺第52節講，喺一剎之間、眨眼之間，號角吹響嘅時候，死人要復活，會成為不朽壞嘅。我哋都要改變，呢個改變會喺眨眼之間發生。喺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章當中提到，當號角號同吹響，就係基督再返嚟嘅時候。咁所有已經死咗嘅基督徒，佢哋會先經歷身體復活，之後所有仲活着嘅基督徒都會得到一個新嘅身體，而且呢個身體係為咗要活喺新天新地而預備嘅。所以呢個復活嘅身體將永遠唔會再有死亡、疾病，唔會有腰酸背痛，唔會再因為失眠而感到嘅疲倦、眼瞓。呢個身體唔會變老，個樣唔會有皺紋、雀斑、熊貓眼，唔會變醜，佢反而會似耶穌一樣完美、榮耀、健康、強壯、美麗、容光煥發。
而且喺呢個過程會喺一瞬間搞掂，比任何醫學美容、整形手術嚟得快，嚟得好。一個字快靚正，呢個時刻係令人向往，而且又不可思議。唔單止係喺我哋嘅外表上似耶穌，就連我哋內在嘅性格、我哋嘅思想，都會喺一瞬間就改變咗，變咗似耶穌一樣順服，似耶穌一樣純全。呢個係我哋所謂嘅得榮耀，呢個係我哋復活嘅盼望。上帝藉住耶穌賜俾我哋終極永遠嘅勝利。所以保羅喺第58節，佢就勉勵哥林多信徒要堅固佢哋嘅信心，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為知道你哋努力辛酸喺主裏面唔係冇價值嘅。保羅同佢哋講要堅定相信，因為基督佢已經復活咗，我哋都會復活。要堅定嘅相信，現時我哋所追求最好嘅情景仲未到，所以我哋要竭力作主工，帶着復活嘅盼望，靠着復活嘅大能大力嚟面對今日生活上嘅挑戰。呢個係我哋第一段嘅屬靈原則，基督嘅復活，保證我哋有能力面對今日嘅挑戰。咩嘢係你今日嘅挑戰呢？係一個你無法改過嚟嘅壞習慣，定係一個你無法勝過嘅罪？定係你所愛嘅配偶，又或者年紀大嘅父母正在經歷病痛嗎？定係你自己嘅體力大不如前，記憶力、視力不斷衰退，而令你感覺到力不從心？定係你嘅內心因為懼怕新冠疫情，仲有喺世界各地所發生嘅天災人禍，而俾你感受到無力呢？當我哋相信復活呢個榮耀嘅盼望嗰陣時，你知道我哋嘅心可以安穩，並且有信心嚟面對生活中各項嘅挑戰，包括現時威脅緊我哋生命、威脅緊我哋安全嘅任何情況。有一首非常令人振奮嘅詩歌，叫做《因他活着》。歌詞裏面話俾我哋知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對明天；因他活着，不再懼怕。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滿了希望。只因他活着。係啊，因為佢活着，我哋生命中再大嘅罪孽，喺復活嘅基督十字架面前，都顯得十分渺小、微不足道。因為他活着，我哋就有力量可以活出基督充滿榮耀、盼望得勝嘅生命。所以基督復活嘅盼望可以點樣幫助你去面對你現時面對嘅挑戰呢？基督嘅復活保證咗信徒會從死裏復活。死亡對我哋而言，唔係人死如燈滅，而係從今生到永恆嘅一個過渡，代表我哋嘅生命係會繼續延續落去。所以我哋而家手上所做嘅每一件事情，都會延續到我哋嘅將來，亦會影響到我哋將來復活嘅生命。所以保羅喺第16章就係我哋嘅第二個要教導嘅內容。信徒要帶着點樣嘅屬靈嘅眼光，活喺復活嘅光中呢？我哋嚟睇睇當中嘅教導。喺哥林多前書第16章第1到第4節，保羅講要透過彼此關顧。佢講到聖徒捐錢，就係以前點樣吩咐加拉太嘅眾教會所做嘅，而家哥林多教會都應該照樣做。保羅喺呢度除咗列出奉獻實際嘅原則之外，其實佢最想要做嘅就係要俾呢啲外邦人嘅教會，透過幫忙耶路撒冷教會聖徒財物上面嘅危機，俾佢哋能夠明白，其實每一個地方教會都係隸屬係基督普世嘅教會，世界各地教會同信徒嘅遭遇都係會直接同我哋有關。我哋有責任嚟補足主內肢體嘅缺乏，我哋有責任用愛心、用行動嚟關顧佢哋。就好似當時武漢疫情一爆發嘅時候，我哋同工入面有同工即刻買咗好多口罩，之後再安排送過去俾武漢教會，支援佢哋嘅需要。係啊，我哋要透過彼此關顧，活喺復活嘅光中。跟住喺第5到第18節，我哋睇到保羅佢自己都向教會提出幾個個人要求，其實呢個都係佢喺度教導緊佢哋要點樣活喺復活嘅光中。喺第10節佢就咁講：若是提摩太來到，你們要留心，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，因為他努力做主工，
像我一樣，所以無論誰都不可以藐視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這裏來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。保羅喺呢度叫佢哋要尊敬提摩太，遵循佢嘅教導，因為基督嘅復活令到所有嘅信徒都一齊活着，直到永遠，就係我哋呢份在主中無法切割嘅生命嘅關係。所以保羅講要佢哋代提摩太，就好似同對佢一樣，大家都係努力喺度服侍主，佢都係活喺復活光中嘅人，所以佢要哥林多嘅信徒尊敬佢，要好好珍惜同佢之間嘅關係，要好好建立關係，唔係去輕視佢。跟住保羅就提到阿波羅，佢再三勸導叫佢同弟兄們一齊過去你哋嗰邊，但係佢唔願意去，即使而家有機會，佢都唔想而家過去。喺呢度我哋睇到保羅，佢雖然好想要阿波羅過去幫助哥林多教會，但係佢都尊重阿波羅嘅決定，因為阿波羅按照上帝俾佢嘅呼召，叫佢暫時唔好過去住，呢個都係復活光中會做嘅事情。阿波羅可能係因為較早前教會合一嘅緣故，而令到佢唔想馬上過去，或者佢想等佢哋當中分黨分派嘅問題解決咗之後先再過去。阿波羅佢按照上帝俾佢生命當中嘅呼召，為咗教會嘅合一，佢暫時唔過去，呢個都係活在復活嘅光中。跟住保羅都提及到司提反嘅一家，保羅講佢哋係亞該亞教會初熟嘅果子，但係佢哋都已經喺度服侍緊聖徒，所以保羅勸哥林多肢體要順服，要敬重佢，同佢哋同工，因為佢哋幫緊哥林多教會，填補咗保羅唔喺教會服侍嘅缺口。換句話講，當我哋信服、敬重教會嘅領袖，同工，就係活在復活嘅光中。最後係第19到24節，呢度係呢一封書信嘅最後部分。問安。保羅提到亞西亞嘅教會，又提到百基拉，仲有亞居拉，同埋佢哋家庭嘅教會。其實我哋睇到喺呢一章當中咁多嘅名字，然後又提到佢哋喺度做緊咩嘢。究竟保羅想話俾我哋知咩嘢事情呢？其實佢要話俾我哋知，就係復活嘅盼望。對於我哋係邊個，我哋而家做緊啲乜，做緊咩事，都係有意義嘅，當中係有主嘅心意。要我哋在當中學習。而喺22節講到，若有人不愛主，這人可咒可詛，主必要來，主必要來。雖然我哋唔知道主會幾時返嚟，但係我哋確知佢一定會返，而且會喺瞬間就會出現。所以我哋要識得把握時機，呢一個係我哋第二個屬靈嘅原則。復活嘅盼望激勵我哋要把握時機，為主而活。有一本書叫做《死亡別狂傲》，作者係一個基督教機構嘅創辦人之一，叫做蘇恩佩女士。佢一生愛主，全身投入喺耶穌基督。佢曾經講過：死亡別狂傲，因為我將活得比你更耐。我覺得呢個係活在復活光中嘅人該有嘅思維。要死亡別狂傲，因為我將活得比你更久。唔單止係咁樣，佢知道基督嘅復活就係戰勝死亡最大嘅證據，係福音嘅高潮。佢同時知道，儘管上帝係恩慈嘅，但係傳福音嘅時間真係好有限，好緊迫，所以佢好努力去做主嘅工。後來佢得到癌症後，令到佢非常嘅痛苦，但係佢仍然致力係台灣校園團契嘅工作，仲有香港青年嘅福音工作，領導咗基督徒知識分子，做當時代嘅見證人。基督徒活着，唔單止要傳揚福音，更加要見證基督。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，見證上帝係我哋生命當中嘅出現同作為，呢個就係見證。所以喺每日生活日常，我哋都要活出聖潔，作充滿盼望嘅見證。保羅講主必要來，就會必會再來，因為上帝嘅話語冇一句話會落空。最後我祝願你來。呢個係初代教會信徒從心底向主發出嘅呼求。我唔知道你係唔係曾經諗過，如果主返嚟，佢對你嘅生命會有咩影響呢？如果主聽日就返嚟，咁你會唔會因為自己嘅生活方式所熱衷嘅活動
以及與人之間嘅人際關係，而會感到尷尬呢？基督，佢為我哋而來，我哋喺度用緊咩方法為他而活呢？有邊啲時機係你需要把握嘅？又或者係你現時身處係困境當中，你正在緊緊捉住耶穌幫忙，定係要將福音帶俾某一個有需要嘅人？又或者係帶到有需要嘅地方？又有可能係教會裏面主動去幫補肢體嘅需要，去輔助你嘅教會牧師、領袖同工，亦有可能係改變自己對某一位肢體嘅態度，仲有對佢嘅成見，有冇更新自己既有嘅想法嗎？復活嘅盼望，點樣激發你把握為主而活嘅時機？復活嘅盼望為你今日嘅生活帶來咗咩嘢意義呢？好，讓我哋一同禱告。天父，多謝你，因為基督嘅復活唔只係確保咗我哋每個信徒將來嘅復活，更加係當中基督嘅復活係帶有大能大力，仲有嗰份復活嘅喜悅，更加係我哋係每日生活當中都可以經歷到。求主你將呢個榮耀復活嘅盼望，一日比一日更鮮明、更活潑深刻、更深深植喺我哋每個人心入面，並且透過聖靈嘅提醒，激勵我哋去把握每一個可以好似耶穌咁樣去分享愛，勇敢嘅出去為耶穌作見證，去讓耶穌使用我哋作為器皿嘅機會。謝謝主，聽我哋的禱告，奉靠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